各位聽眾，各在歡迎人到對來收聽邊個福建的鬼的故事。第一件物件啥物呢？攏袂付袂單，邊個福建的 anniversary， 邊個福建.com/20。I think 我聽到這 episode 時，我已經是聊嚟呢無限俾啊，特別。未講咯，但是講你聽到你硬硬嗌，你覺得我可能有機會，咱就是咧衰啦。叫咱10月1號整備，當10月中啊，唔知個會未啊。但是講咱聽到這 episode 時，未買單的人咧，看去這邊福建.com/20看過攤買哦，應該是無啦。但是我當然現場聽到的人咧，但是攏未被斷係咪去買？冇學幾對咯，咁就學得水嘅啲詞。邊啲學嘅啥？硬當當，硬無害人。無害人。睇入我個一個哦，個一個是咧邊啲學嘅呢？即個電飯鍋，好難聽。邊啲學嘅電飯鍋？事故，都得到險嘅。電飯鍋無曉啊，delete去啊，有一個呢。哎呀，普吉馬路海嗰啲自擺卜對，哎呀，無啊嘛，我另外一個無曉咧，等咧邊啲學緊電飯鍋。Anyway，即我要介紹我哋即幾個特別嘉賓咧起來，個有新椒個老椒個啦，起來要講幾個故事嘛，這禮拜。介紹就先看，我嘅特別嘉賓是莊生哇！佢咧老椒先介紹起，老椒咧可能那個來三嗰啲新椒阿龍歡迎，哇！阿龍你可以拍一啲拍起嚟有啥鬼？你阿妹那是看開嘅了你嗬，你面就啥鬼啊？走開係佢小灰，你做幾年就是會啊嘛？然後個老椒我哋都歡迎 ，Hello 大家好，豆哥歡迎豆哥，個人嘅老椒林拿子歡迎 ，Hello， 然後個阿達歡迎，個亂聽過咧，特別嗰是新椒嘅大聲講。大家好，大家好，歡迎，我是Jason Lo，Jason，我有一個外號叫做老人家，哦，老人家，人叫你老人家，做乜事？因為我睇這個 Facebook 有一個 page 啊，是專介紹者啊，翕做有做無嘅，了內面我是第一老嘅，所以人咁樣叫我老人家。哦，佢是個老人家。老人家Jason咯。但係你講華號啊？你講華號？掛號。掛號就是咱講華名係咪啊？掛號。華名對。哦。華名。歡迎。了，你有幾個事？咱若是講咱看這 episode 時，已經是聽起這個大聲講 Jason 咯，做商家講嘅故事聽起啦。特別我未落過，特別攏聽你幾個故事後尾辦嘅嘛。所以別若是攏頭一擺唔捌聽過這大聲講嘅，你攏會使去聽下咧大咧商家講嘅嗰隻 episode。一聽一故事 ，anyway，這禮拜咧我咪講幾個故事，我一個未講嘅就是愛無聲誒鳥狗，歡迎鳥狗，歡迎。鳥狗我會記得鳥狗 internet 特別拍，一打 camera 個再拍，唔知是幾做嘢 technology， 係唔知哦。伊電腦去幾台啊？電腦學幾台？對，伊電腦學幾台？哇！這大聲講真啱人哦，大聲講，已經食嘅人去啊。OK， 來好，你講聲鳥狗，你講你嘅幾個故事我聽。最近就拄到。about 3 months ago 啦。3個月前。3個月前。你亂將隻股無對嚟啊？我冇影喎。你唔是retire咩？真係冇。
希望咯，哦順啊，哦，算咧就特點來啊！特別你在我嘅 anniversary 哦，你 consider 來哦。我讀 K 啊，我做 K 啊，嘛少人來，我同你講頭要上來個Australia 冇人來，新加坡、美國、加拿大，你係新加坡嚇，吉隆坡人未來嚇。我 consider 我 consider 嚇，10個月後先後尾就知咧，記得 long 聽到隻 episode 時已經攰啊，就知。Anyway，如果我有拜國教啊，哦，你鳥狗特別你鳥釘起啊，成個我係鳥呢。是咯，我搞少比較真正 attach 啦，出來啦。黐線，安怎哎呦！當佢有啊，你去大咧，斯特丁咧，斯特丁有咧，斯特丁有攤大攤帶白嘅嘛？特別鳥呢，成個是比賽帶狗，一是鳥呢比賽帶狗。你去吹，你去問下斯特丁，人家斯特丁拍廣告梗係正呢，特別有 sponsor 人啦，有 sponsor 所在人啦。anyway 唔是 sponsor 你借啊，你呢一百300塊是。拎白嘅出嚟數咯。OK， 你講你幾個數嚟？有搞嘅幾個數。So this happened。我只久了咯，這幾年哦，我係得愛無開 ，and then 係咪開？你得愛啊？就是你看，你把酒看掉啦，個再開就對。我真係會看到嘅。你是去啱去看啊？是係咩？冇啦，還是獨孤啊個見嚟看，獨孤啊個去看見啦。naturally 看嘅，我都唔知冇去每呢隻物件。等你看了這幾年啦。Then last 3 months 我再開，我困嘅時。because 我 usually 我是11點幾12點困嘅，我就聽到聲，他們說我口邊人，a group of people chatting 啦，等嘢 ，sorry 個一隻龜，我未記介紹個一隻龜，我係驚啊，德哥，我係驚德哥嚟啊，德哥嚟。嗱，你看德哥，等我 at 啲阿 John 你冇事嘛 John？誒，即係喺聊陣你驚？德哥，等陣先是德哥嗱，德哥話你冇用事嘛？呢個係阿 John。德哥 OK， 德哥是位後生學上邊嘅話，可能。想，哎呦。特別我問你講你目睭，你講你看曉是你是頂到開是一百看過啊，還是一開看成個你做生意就到嘅啊？其實係開打就可以啦。唔係，哦，所以你知道，所以你細漢嘅時其實冇你其實 start 目睭看到會看到物件。我 first time 看到是我看到大獨公。細漢嘅時幾歲？是。佢啲時差不多4個歲啦。哦，4個歲，你舊家就你幾時依家十歲，幾時依家看咩？哇，20 early 20s 啦。哦，所以咪是看只久本了，你若是講你要 retire， 20幾歲是看咩？所以拍得有10幾20年啦。啷度會看到嘅？哦。我冇驚嘅啦，這方面驚嘅咧。你關事啊啦！有你講佢看起啊，其實佢都是完全冇看到嘅。20幾歲時期，我老了啦，舊家40幾歲冇看到了啦。哦，40幾歲 ，OK，then 你啊特別3禮拜整，唔3個月整，一個目睭個開咗對。唔是目睭哦。我聽到我耳啊開，我聽到人過口我嘅 bedroom，你房間你一人 whisper 嘅，哎呦，即係一人你是講？一人，即係 crowd 呢ਹਨ？對咯，但是你自己厝嘅房，你是外口是就是你厝內內面嘅房間外口，還是窗啊嘅外面嘅？對 ，because 嘅窗啊咧，我冇看嘅。我 because 我冇佢愛講嘅，我係厝
骨，怎講啊？免開 aircon 嘅啦，骨。伊同行嘅朗零零嘅啦，雙雙都免開 aircon 本嚟。阿咩事啊？免開 aircon 嘅，so I want natural air 啦，入來看咯。so usually 我冇冚嘅。後面數，it happened about 4 nights。人去 whisper 到佢個口，我講3-8咩？我係 neighbor 佢人啊，安尼換幾點咧？我看我係 watch 12點幾1點咧嘛，佢無困咩？所以嘛去等咯，去看咯。Cannot be 啊 ，all of them they switch off the lights already 啦。So 我是 suspect 了啊。This is something unusual 啦你是more than 一個人嘅聲啦，伊是像一個 crowd 人，一個人一站嘅。你講我大聲先呢 ？whisper 呢？whisper，但我聽到。這是你困嘅時間聽到呢，還是你幾時先聽到？你是困醒一半，還是微微嘅時間聽到？還是伊是 constant 嘅？微微嘅事。你伊 constant 是來去嘅呢？你聽到伊聲，伊講啊 ？No 啊 ，continuously。continuously 接掉誒。So it was quite disturbing 啦 ，actually。了。你話啥刺激啊？但我冇驚，我冇驚。我都冇驚。So I just I ignore。特別你再講這是唔是人到啲國口啊？你再講這是人啦，冇人啦。我係 window 邊冇人嘅啦。Cannot be anybody。你是落托卡厝還是關樓？托卡厝第幾站是托卡 ？Ground floor。OK。So I just ignore 啦，我都冇驚，it's okay。But never mind. After so many nights, suddenly I had a dream. 福建話。I had a dream 啊。講福建話。我幾好講下個外國講 I have a dream。可以啊。我有一個夢。你夢到。我是我夢。哇 ，this dream was very， 就講啊，哇，一個打波。His I can still remember his look 啦。你個會記？你個會記？差不多。你上古無對嚟一首福建話，不要講佢講冇。唔係講我啦，我企有時你看啦。所以迄粒時係咪？你個你聽到，特別你個看到知道。看到真正you very clear。真明。真明。我住去一間厝，成個bungalow甲一班嘅人個了，搭步個了啦，搭步啦。但伊真正惡。唔捌你啦。唔捌咧，佢咧唔捌，我唔捌伊人嘅。So，伊就 attack 我人咯，殺啦 ，kill 啦，macam嘅了，一人了死嘅了，像我後尾像我一人嚟啫，我就起哄咯，你改邊一段句？So， 哎呦，I got no option 啊，我冇 option 了嘅。你冇辦法了，你冇法度啊。冇辦法了，嘛 attack 伊就對咯。哇！所以是都拍路是哦。伊愛拍我，拍袂到。伊拍路啦，拍袂到。OK。拍袂到。但我只I was very fast。我拍甲I tell you until 我狗到赤。你只拍是你活到你狗呀？我狗咯，結線，冇擺。
哎呦，其實你搞到白白困死哦，困成死你哦。搞可能大你搞，哦，即啊，哭掉伊。冇變可啊！能大，然後你早4點幾咁樣嘛？啊，可能我困車嘛，嗯我個要去困啦，啊，然後困 until 咩啊？Sorry 啊，you help me on 嚇 my 你講 dream 啊。你不要講，我教你講， Sorry，我到 KL so long already。多 So care I 你估啊， dreamt，對不住，拍死，我做你 interpreter，我個夢咯，嚇夢掉咯，咁點要啊？我接不去哦，我還是新的版啊？新嘅夢，我哦 approach 咯，新的 episode， OK，我 approach 咯，嚇我對伊咯，instead 伊對我，哦表示假哦，唔係對佢上隻 character 本啊，像 character 哦，上 cast 特別冇上 episode， I still remember he's quite good looking one, but 伊變真正。唔是自己啊，唔是隻人頭啊，白馬第人頭誒，你大聲講，伊即係人頭，但係貴咧，嚇伊含咗講啊，伊 face，呢邊 perfection 白，哦，一配隻白，哦。maybe 是話啦，maybe 是話會配白啊，我你咪咕，你變是白白咪咕啊你。咪咕冰嘅，แล้ว so 第二節嘅幫，我好彩冇叫我，因為我冇車啦。嗯 It's just that 我別打閒咗啦。I 嗯 know it was tiring 啊。啊 Then 伊走去一個房間，啊落去喺你路裏邊，嗯房間冇糖啊。啊伊一個門，我徛喺伊門嗰邊。Then after that，我是驚 actually， 啊， but I have to 冇法啦，都是講你冇法，冇法了啦。啊 So I confronted 啦，嗯 Then 伊徛喺我頭前，伊冇位走了嘛，啊所以舉伊卡起來，伊踢我 chest。哦，你閃過頭，有啲卡會踢，你閃過頭嘅時候踢掉啊，對，伊踢。But before that 咧，luckily 我 managed to quickly 我踢伊卡先。哦，冇睇到諗下啦，踢卡又踢冧巴，你多謝講唔到 How I wish， How I wish 你 How I 踢卡你又冇踢冧巴，OK，沒有，踢伊卡，我唔知叫 what position was that 啊？嚇伊舉起咧，我踢伊卡咯。嚇， So after that 哇！起哄幾人講，冇伊講起咗。哦，你看到你 attack 伊係講起，你不是的路他一看，是咯。所以講起，then 冇咗久，然後 after about 2 minutes 我就車了。嚇基本是差不多愛5點幾啦。嚇，還是國口嘅講話聲冇啊？還是冇國口講話聲？有聽到國口講話聲啊？冇啦，當然冇啊！你聽起來是冇聽到。我成個學聽過聽到國口人講話，當然講兩啲就講笑死。你咁好聽嘛 ？Live reporting， 伊人來我無方便了，我得啊。
了。有你揸機車起嚟一個5點幾。阿 John 今日攞嚟 live 啊！啊，你大家知下4字啦，你攞嚟 live reporting 啊！啊，你交俾人刷未？冇啊，我就放啊！哦，細漢你有覺得訪問只字？我就是看了冇嘛。冇啊冇啊， ，OK。懵特別冇物件。有物件時間佢咪甲我講 ，OK。來 So after that morning 我聽了subsequently 冇代誌，nothing happen。everything very so 我是相信 I managed to 趕伊走啦。then 然後咯，就那無手法無對來掉啦。冇啦，伊個看伊唔。tapi 做咩事？你 relate 是你幫的嘛？你按照你 relate 甲迄個是你哈？你甲你聽咧一聲，有可能是捆綁的咧。哈，你做咩事感覺就 knowledge related？哈，無即個叫做錯就幫，錯阿要起來幫住，錯就幫，阿要幫了起來幫住。哦，啊，無會留落名稱是唔是？對。哦，這是你名稱幾下都聽。錯就幫，錯就唔是啦，應該唔是啦。錯就不要緊啦，我唔是啦。苗狗，我問到啦。所以咯啦。來鳥狗梅，下面我答梅咯，鳥狗。問到，你到底甲一邊電嘅時啊，然後是你對伊嘅時啦，第2個 episode 嘅時你對伊嘅時啦，你感覺講佢身軀重重安尼款咯，到來面幫嘅位，或是你成隻輕鬆安款，重啦。哦，啥物事？重是無相意思嘅啊？無 ，because 我本是有 experience 過，我幫過成日講拍妖怪拍下面嘅款嘅物件嘛，嚇，然後到裏面幫嘅位，就是直直幫到講成日講身軀慢一步嘅款啊，應該感覺講正重安尼款啊，正重，像我起骹，我起手啊，成日講。我袂赴了啊！迄個物件都假了啊！了是啥物啊？了我都推人請起來啊！啥物安尼款？袂赴嘅。但是你人困我邊啊，佢講你用足塌了啊 ，because once 無塌了你鬼特別學掉你搞，無變啊！我係搞結線，把一條對來啊，搞困啦，哎呦 ，after that 無變啦。哦 ，so like that 咯。But it was 安怎講啊 ？Maybe 即係話你個 start 咯 ，maybe 你計幾個節啦，你個咪計 report 好聽。我啦，我希望你是會看到啦。I mean， 會希望你講好聽。去梅線咯，隻咪哦。你啊衰哦，買看買 experience 了啦。冇嘛，即唔是講你愛嘅，即往時目睭開起來是無法度嘅嘛。有你去梅線係咪無？嚇，你去梅陽講嘅冇？冇啦，冇見冇人講啊！我是我有一個建議，嚇，一個建議，來，即個來我有一個建議來，反正你若是個幫到是喎，你搞你白白困嘛，你幫你搞介意啊，幫你搞介意。我嗰時講，你講正經嘅嘢，我覺得是咯，我不知道笑。你想咩解做咩 cancel 啦？係啊，我想講正經嘅，我教晒。你啦，我係搞無路用嘅，你搞成爪啊！看條股市啊，你無路用嘅，我講你波背搞個無背得了誒，成爪成嘅。搞上面搞嚟，係咪整你搞？It's a miniature pincher。哦，我熟㗎咯，我聽到乜詞句？太貴都了去啦。我乜詞句 miniature pincher 句？哦，食一上到 moment 嘅呢，特別是細隻嘅時候。對，細隻嘅。我乜詞句？我叫做娃娃，我係搞咩？
我係叫 Lulu。哦 ，Lulu，我係個娃娃，伊上個伊隻出名咗，伊部昆托卡係咗，伊托卡忘是百幾托卡嘛，我厝，伊部昆托卡，伊要困了，伊就只是去拖人嘅衫，是大拉，你冇睇，咱頂到有啲拍大拉到啲啲樓梯嘅啲 railing 位嘛，安尼遐，伊就是去翹落來，一個困到頂面嘅，啊啲伊骨痛啊，應該規身骨嘅咧嘛。人搞熟嘅有物件拉背嘅，拉背對。搞本身你看你，我搞啊，若是講攞綁掉，係咪衫是咩啊？嚇，一去個跳嗰啲衫，即係伊門窗嗰邊係了啦，唔係。所以人做企邊咧，我都唔知企邊。啊，你寫只呢？坐起啦！你仔你去買，你人未殺本款嘅呐？點解人覺得未殺本款嘅呐？你係行落去。你成日多多啊，多多嘅嗱，多多啊！你叫咩啊？你 wicked 你叫咩啊？定得你是不是得把蛇你啊？多多嘅嗱，你係你四隻你坐起。我知。你去邊咧？我只隻 bed 即係可能去講啊嘛。冇啦 ，dinner 係啊冇啊。dinner 啫 ，bed 嘅 hostel 有只隻。啊嗱，多謝講介紹啊。嚇，多謝講介紹啫。有啊。嚇，我巴海這邊冇只隻。我咪cage the dog one 啊，我咪 cage 啊。咪 cage dog 誒。啊 cannot，我咪 stress，我只狗。boy，只隻，你這邊領這邊巴海只隻。嗱，安怎吹啊？你是安怎 search 是 search 咩 pet hostel search 啊 dog 嘅 hostel 應該吹有嘅。OK，會只隻。hotels or home。嚇，你使吹 pet friendly hotel 本，特別你嚟 dinner 時會到去，你咪是要去somewhere。我唔知 hotel 嘅好，那是你坐即係拿嚟。我使每個 hotel 人看。伊幾點鐘啲一人未咩？我伊無 cage 哦，是。特別你放到 hotel room 嘅嘛 ，lock 掉。嗱，今日你去 research 看先。你到時講就講有啊。有伊成間好嘢，你搞伊去啲間厝內面走來走去啊，你有人過嘅。啊，正當中冇啱本有幾哪嚟啊本啊？有嘅，愛擼擼爾啦。啊那你擼擼就係有啦。是講做乜事 camera 個牌，學鬼帶數你 camera。OK，一鬼拍嘢是拍伊 camera 都拍伊。你有條 camera 有大把對鬼時，你陣時去睇你諗拍時睇到你 camera。但係人哋看嘢啦，唔要緊 ，OK， 你把刀個腳，你應該是把酒開啊，應該計看幾刀啊，是個到底嚟講我講下是。衰咯，或者唔是好鬼地咧，是係去帶鬼啊。train 你搞，看到鬼是背嚇。你鬼名是大學到時鬼名背是未困啊？我是計兔字呢。你唔通啊嚇，兔字都欠債。你如果兔字你就會起嘅啊。起嘅啊，冇起嘅 camera 拍嘅你講。知啊，等你而家你講歪落謝，而落謝，係叫你落去背依落計啊。啊。你去 research 嚟看啦，苗狗，你去 research 看，你會來，淨你去看大媽，你到時講。有嚇。我 friend 伊是鳥嘅。哦，是個鳥嘅。伊規間點厝個了，互人驚鳥嘅。哦。你無用，你驚三隻五隻，伊冇甲你驚，伊甲你講好好嘅。狗咧應該有得出嘅啦。白日咧才講啲話題哦。你叫你嘅朋友請你以後講嘅話啊？你朋友你請你朋友，你係講個鳥個狗嘅啦，就是叫啊。你講個狗，我哥嚇，你就愛叫嘛？你好朋友，就是我咧就好朋友。是咩？哦 ，MC 唔對，是咩？是哦，為話話嚇，為話個人個狗嘅咩？我以為唔是幾件厝嘅狗啊！冇，你唔是國狗，伊是 zoo 嚟厝，
issue 不是人迄個，即個人要好命搞搞好好，我要請一個你朋友 maybe budget 啦 maybe 個節是10。明你免講特別技師啦，咱有點聲我 contact 你啊嘛，當今咱會使看看你朋友會使講樣嘅生理關係，because 我感覺有只係個書本咯，個教個嘢後面物件。有我只係，嚇，我是咪我就見名我咪。特別我咪講嘅咧，無好嘅物件咧，我昨暝我規暝報得埋，我一個朋友吼，伊個厝到底伊是土腳厝啊。伊個隔壁，伊個厝隔壁真正彎啊，是一個 construction 去食慣嘅 building， 伊物件加樓落來啊，破伊厝下入去啊，規個garden 下面掉個了，伊厝個外口嘅 collapse 去，伊躺落來割到伊頭流血，你知哦？馬路呢唔知做節呢，他們沙拉餅，伊個貓個隻眼我看到伊貓，伊貓滿掉講掉。by 伊鳥伊有骨刺去啊！伊個結石我看我規暝未困，我叫啲笑掉。anyway， 我咪講呢物件 ，OK？ 安尼看呢物件，攏去看咧中國包安尼，我咪看這個我未看呢物件。我要聽爽成意改嘅狗嘅鳥嘅。我 share 佢人啦。按咗個，按咗成人嘅鳥，按咗成人嘅狗嘅嚇，我俾聽下你。換車，三陣啲有一個查某一後尾。嚇，講啦，就當見講啦。你帶冇？我幾處是講幾個數嘛？是啊，講幾個數呢？講啊！你有帶冇就好笑嘅。你講你搞做這事係點樣？冇迄粒是冇交換嘅。哦，不過特別你講你愛困了後，你成講嚟。我先 OK。嚇，打冇2點先 OK。我要聽這個本大聲講嘅係幾個數？冇驚嘅啦。OK。你依個時候冇咩聽到人講，然後可以講成，冇嚟講成。你記定得一辦直播誒，人講直播啦，佢一直生日超。你個日超，你電視 audio 你叫，人講我講一字，你有時你講三字一字幾個？我唔知道這 episode 你聽，即係又搞緊。古早時這 episode 愛記個，該好笑咧。伊 delay 個介響嘅。所以 OK， 咱係講又搞你講你後尾有隻雜波對你嘅車嘅。哦，迄粒是你會記啊，係恁兜啊。誒，我成日捌聽過，你成日講過哦。1990，喂，叫有啊，但我伊唔知是咩。你講過啊，你講你換車過，你係恁兜我講伊攞座啊，一座倒去嘅嘛，對唔對？係你係一間啊？我三座。三座啊，一間倒，一間較夾。伊攞一關嘅兜我會記得一倒落來，一攰安尼跌安尼啪落來嘛。แล้ว你講過下邊，一過下邊 remind 我就係你過下邊嘅時，你換車過嘅時安怎？我厝我迄邊啊，無變啊，你我愛換車過迄邊對厝嘛，關咩？但我就驚了啊，過迄邊嘅時候就驚了嘅。我好看到啊，比如說我看到了，before that 我有得 I open already one， 我看到，我看到了嘅 ，so。安尼啱4人幾，三頓你貴了啊！一個查某大坐去我嘅 back seat， 哎呦！你是安怎看到？你目鏡，你 mirror 目鏡咧？我看 mirror 咯 ，back rear mirror 咯。嚇，你看到啊？看到，我看 first time 我看到 ，and then 我 OK never mind 啦，no， 我看到3擺就。伊是平平嘅，是步步淡薄誒。平。哦。等下我想問啫，伊人講即個鬼毋是驚看袂到誒咩？嚇！我聽過本，特別迄個 vampire 定係點？啊 ，vampire 較有咧。佢哋是
反正係是鬼魂是看無嘅，阿莫鬼，而家阿莫鬼，阿莫鬼，阿莫鬼驚看無。No depends on 樣愛好你看到，哦，伊能看到。伊是要互你看，無插你看咪 method 看到啦，還是圖驚啊？是咪？is 有你是跟他驚啦，唔該有呢，你看到驚邊個驚後尾看無半行嘅。哦，你看戲看這邊啊？你呢邊個看先咧？誒，我未記得出講過啦。I did that。嚇，後尾有，你邊個看先有喎？看未到。啊，是。第三擺看未到，所以冇變咯。我好彩我係厝 quite nearby 啦。嚇。所以唔辦法。就攞架 engine 冇冚就攞車。所以咯。誒，特別你看到嘅時，你看到伊嘅集，我點解應該唔會了？because 我就興趣。你看到嘅時候，你講明嘅嘛？特別伊款是安怎頭毛長長嘅，係咪伊是普通嘅人嘅呢？還是伊看到伊面爛一邊嘅呢？冇頭毛長長，一邊我看未到。伊頭切切哦，伊頭切切哦。啊，對啦，something like that。你鬼嘅 pose 啦 ，typical 嘅鬼嘅 pose 你睇咧。有白衫先，白衫紅衫。哦。等陣，按咗鬼條就長頭毛嘅嚇。伊人迄邊無曬夾頭毛吼。你看啦，你是查某鬼還是達某鬼啊？達某鬼你嘛無長頭毛咯。查某嚟，查某鬼啦。我特登聽到講鬼就是長頭毛，我奇怪，伊人是無通夾頭毛。伊個 uniform 頭毛深深，還是近邊？你係穿紅衫是白衫？黑衫都有。黑衫。嚇。黑衫。你看到伊是黑衫啦。黑衫。但係唔是看到紅衫，紅衫較香。紅衫是香嘅對，食個話。紅衫嗰啲驚嘛，有 street lamp 嘅嘛。羅丁。羅丁。still 會看。誒，你這台火車對去啊？是啦，冇變咯，你叫人做好停咩？我停咗落去時，攰巴食攰嘅啦，就掉邊嘅邊啊嚟㗎。哦，佢個字係是嗰度花巴細樣對。actually 啊，我直直看佢哋還啊 podcast 啊，伊講幾個事件啦。伊講 actually 啦，若是講啊，你拄着按情形嘅事啦，第一好事哦，你咪直頭斷去。哦，去保衛生，南西有講過，你去下一站別個位嚇對。你去啊，對。學只人嘅。你講請我對 OK 我幫你。你免請本嚟，你免請本嚟，你 just 去嘅邊，你坐嘅邊，你坐邊就係了，印度冇地鐵啊。哦，你當你個大上一間厝哦。冇啦，搬了咯。搬了啦，然後你到下邊厝嘅時，你冇感覺到你對起啊是困嘅時，請起來時就我困到啲邊啊冇嘅。哎呦，就是叫我冇後邊咧，我靜啊，靜，查某鬼靜就個冇波行，我頭毛三去正咧，特別一個冇波。你啦冇驚，我冇驚啦，我唔是後練嘛。I am not afraid 啦，係 OK 我冇驚了啦。反正哦，若是講，如果你會發現到講有一個人坐你後尾哦，你會使考慮佢講一句話，你佢講誒，搭我嘅順風車吼，愛收錢哦。伊就驚伊就走了。無可能對厝嘅時，你就吹，你開門嘅時就名稱位㗎啦，你私人嘅抓字㗎啦，或者你名稱啊是。哦，是啦，我私人嘅抓字。冇啊，你呀，你的你。誒，攞嚟叫，有一個咱聽過講，係咧啊，坐車坐咧，係叫咩車 Grab 嘅啊，然後伊樣學伊類嘅叫，講伊去。發門嚟一學，發現到一學依個隻類特別短期是看覺得是變智能字嘅，智能抓字。And also is 係咩啊？It's down 嚇？哦，本
我有一个故事，我都是聽下你幾可能podcast你故事。嚇，我要聽。OK，鳥狗會記隻啊，希望你來帶你狗來咩啊？嘟嘟啊，露露。OK，感謝。感謝。但我要聽大聲講呢個幾個事，一個要聽，但我都聽即係 podcast 嘅馬來人嘅 podcast 嘅幾個事。OK。感謝嚇，教路時大聲講啊，嚇咩嘢？我等陣 exit，我實啲 exit sorry 啊。嚇，唔要緊，我未看到你咩？你都冇嘢啊？你 camera 幾大，所以我未看到，所以你嚇。嚟多謝講，你是家己親身經驗嘅朋友聽對哪？是我家己，我家己本身。嚇，嚟講啊！咱要拍灰啫，拍灰啫。哇！誒，即係多謝講嚇，這邊暗啊！多謝講是成個人嘅家己，你看呢個一頭。冇啦。OK，嚟，我古早有做過 suspend 啊，推銷員啦。了到轉馬嘛。了就多有一道是吼，就是多啲即個馬拉加，馬拉加啦吼。了迄邊我啲一個叫做紅廚迄邊嘛，真出名嘛，紅廚迄邊有一間hotel，愛講嘅 hotel 苗。嘟，你講成日講嘅是，成日咪特晚咪講笨底，還是人講笨嘟，還是嚇？你叫做嘟什麼？香格里嘟香格里嘟。哦，應該個有第二個啦。迄間叫做咪摩下面啦，嗬，咪摩下面學掉嘟，哦，咪摩嘟，我知啊，咪摩嘟學掉嚇，依家係掉嚇，迄間學掉是出了名嘅，了有一道是我人落去大，了我人做 assessment 嗬，就是暑假約做去大，看了暗暝出來食物件嘅嘛，了迄日子就是做工差不多去甲找 customer 對啊，差不多7-8點就去 check in hotel 咯，了我人暑假朋友和兩人多一間房嘅嘛，公司房 sharing 啦，約下公司房咯。了迄日子咧，伊就互我人一間房，就我啲人講hotel第一間就是我啲買，還是我啲個呢隔間嘅個呢房。了我人去迄間房吼，迄間房，你就係講hotel吼，你不看迄hotel嘅門頭頂搭戶頭嘅喎。喲，唔係嘅咧。了。就是迄間學校賣嘅，安尼物件咗。了伊迄個嗰個警察啊，迄個番仔警察還是阿木警察，要幫你即個篤定嘅咗。了，你我個捌看，你用是拖，用是有係嚇。對嚇，了我特登去就是去多係咪摩篤學掉嘅咯。了迄日子咧吼，我人就7-8點就 check in 了，就大入去了。了你就講吼，遮奇怪嘅哦，一入去呢吼。也會細波來也會都直直黏咯，黏，看到哦，先啊，直直黏哦，先啊咯嚇，先啊咯，了我人就感覺冇咩事咯，慢慢關於咯，開電視機，開電視機咯，刷蹦咯，嚇，都是買好你看到對，成意思講冇反應，你來大你看啦，了我人就。所以你去用嘅特談物件先冇好事咧，可以係電視機啊部呢。嚇，了我人就打電話去嘅樓下計講，我人嘅房間有問題，你使換另外一間房間給我人哦。因為火個有問題，電視機個有問題。伊講用歹勢哦，今日甲咱hotel房間滿了嚇。伊講唔要緊，我叫我人嘅工人去甲你做。你看咯，你一啲泥掉，我人就砍掉也會咯。但係是起來時吼，一開未泥喎，也會未先拿喎，伊度剁喎。你開電視機冇得用喎，比一個行出去呢，個再來泥啊，個再來了。然後我人就想講，哎呀，冇回去可以甲砍掉，電視機唔買看啦。然後我人就裝水就準備困了咯。迄日之時吼，攞嚟。一個人嘅面前兩張咯，單人床single bed 咯，兩張咯。了我就困一張，我朋友困一張。了差不多伊嘅面前甲我嘅面前有大概有
6尺到8尺遠啦，所以是離真啊遠啦嗬。了，爸爸 Pookie broken reception。subscribe 感謝 subscription。唔係下我啦，要臉。So much 100% 嘅我條出鏡，即係幾個時佢條出鏡，要臉感謝 subscribe。了，了，迄陣時是嗬，我人就困咯，早困了嘛，因為覺得早困了，我人就感覺暗暗咯，感覺暗暗。了迄陣時是暗暝時嗬，我朋友伊就困伫我拄三拄嘅位嘅，你伊就聽暗暝聽到即個聲咯，聽到聲人敲門嘅聲，特別伊聲敲門敲嘅聲，伊唔是啲門嘅位，是啲三拄嘅位，敲，因為我啲三拄嘛，伊聽到敲，伊就冇去注意，伊就唔愛去管伊咯，就講，哎呀，可能是忝了啦。然後迄一暝咧吼，我就半暝困到差不多3點嘅時，你知吼，我困嘅面床啦吼，伊必須上加有人伫頭頂行，你感覺到吼，伊上加人打落面床啊，你去頭頂打，點落去下，行我。慢慢的是快伊個，伊慢慢，一步，安打落去，你叫你講，你卡位點落去，點到你身軀，安打你身軀邊打你面床咯。了我就青，我是無困咯，我青掉嘅咯，我是精神掉嘅咯。因為我勤面嘅嘛，我勤面嘅意思講，因為我看火看暗，了我陪單哦，我是看到面嘅，我困嘅時我看到面嘅嚇，了意思我看規身軀嘅，成死人咁樣看到了嘅，了伊就啲外面整打咯，打了地攬嘅位打咯，打，了我就青掉了我就感覺到有人啲外面整行，了我就會驚咗，愛爬起來咗，我未叮當咗，完全未叮當。我完全成家跌掉，你看未叮當，了我就try 我愛起來，成家講愛叮當未叮當嘛，了記住嚟我會叮當嘅時我陪單行落來了嗬，我想講我朋友吵亂話嘛，結果我朋友嗬困甲點到，伊來講伊吵亂咗。做我嚟講啦，嗬，白虎咧，白虎啦，白虎多對困嘛，因為你安尼遠嘛，6尺到8尺嘛，了我就 OK，我就 stand by 了。第二，我就唔愛困，我就 stand by 了，我就陪單看夾了金條，我金條我冚掉頭門金條了嗬，幾隻冇一下了嗬，佢再來喎，伊個來啲我卡邊個打安咁咯，你知我卡叫一支嗬成。準備嚟踢伊啊！你看嘛，想讓那卡叫起來，準備踢伊，然後我陪單下，把我陪單行掉。結果佢哋爬起來行咯，佢哋打我地冧咗。然後我覺得未叮當，佢哋成日跌掉，你看人講去幾跌啊！我看未踢，手一叫嘢陪單落唔未叮當。搞嗬，幾無一下我覺得一叮當叫落嘅時候，嗰睇係咩物件唔無。你就係嗬，我爬起來我會開掉開光光，我開掉叫掉困個天困。半困到天光咯。然後去撞起嗬，迄個面膜都學掉啊，我買幾大了。然後過後就聽我朋友講咯，聽我即個吉隆坡即個巴生嘅朋友啦，巴生嘅朋友每次 assessment 啦，伊就講，伊講過後了啦，我嘅經驗過後咧，伊去大嗬，伊每次大啲講得較勁嘅。迄陣伊一人大呢，伊講伊暗暝伊去房間時候，伊開個三度去，上個奇怪樣，後面就條紅色嘅棍，伊有紅色嘅棍咧，伊就買管伊想講可能是頭前迄個大嘅人留落來，留落來未去夾對一條紅色嘅棍咯，伊嘛買去管伊咯，你咪去外口食物件啦，對來了就困到一人爾咯，結果吼困醒吼，伊困甲真啊爽，困醒時吼，伊衫去人偷起來吼，了多冰睇人偷衫嘅，伊衫嘛多冰了咯，了指甲水水放你面床頭嘅位，
伊家己嘅衫，伊家己嘅衫，伊穿了伊穿了嘅衫，啊，就叫人偷起所以來了人偷伊衫啊，偷起來了安尼吼，凶啊！伊嘅衫嘛多邊哦，了紙水水幫你即個位，幫你伊面前嘅位，了因為頭到尾無人入去房間嘛，伊一人困了嘛，伊倒轉去迄度嘅開迄個衫，迄衫櫥吼，迄衫櫥迄條衫，迄條裙子剪去了，冇啲去了。你有冇食過情調你罐？冇，伊冇情調，伊是，了我講嘛，我講啊，你站嘅困了有爽我 feel 到人甲你做蝦米物件喎？嚇，伊講伊唔知，伊感覺伊困到真係麻了，你看到？你叫頂頭是啦，有一人講一句啊，學幾係咪啊？唔是學幾間，學幾日伊嘅係咪啊？你叫我無猜到是薄比驚係唔是？伊講伊特別，伊講伊是伊日伊嘅係咪啊？無伊係咪伊？我大背驚，解半喇叭，係啊，解半喇叭。然後伊講，你是大背驚，大背驚講咩啊？伊講大，成個耍磚嚟講，你 feel 到？哦，喲，幾厲害咧！即係嚇。特別無啦，你朋友無垃圾掉係咩物件啦？伊無垃圾掉啦，但伊個食鹹身哦，個食煙豆，個食煙豆咧，伊講伊都無家己偷衫嘛，嗱，講你困到半暝，你家己偷衫，你冇可能自家水幫你嘅，伊衫多冰字咯，伊唔是講人自殺字正冰嘅，多冰晒人偷起來了喎，有自家水。幫你面成頭嘅，有伊 check out 時候，迄條管是不見嘅，冇啲啊，冇啲沙度裏邊嘅。哇！即係，所以迄間面膜嘟學掉吼，真正濟啊！你看你有可能有啊，不啦，咱若是有興趣要去吹啊，咱會使去吹面膜嘟。誒，我落股了個，我去落股了就20幾年前啊。12年前咯，2019年還是冇2005年還是06年嘅時候。OK 啊，唔係20年咯，咪是變咗學緊咯，成日變咗學緊你估啊？是啊，變咗學緊20年嘛，2005年start嘅嘛。其實講差不多成面膜嘟啦，面膜 SA。Mimo SA Hotel。你啲 Google 裏面都打Malacca Hotel Mimo 一直出嚟咧。你幫MIMO Mimo SA。Mimo 嘟是嘟摩沙啦。伊本都換名去啊！伊學得換名了。嘟摩沙啦，面膜嘟。等陣我看即個，伊講拜利G 講是 helicopter 講嘅，伊講 felt dry tongue on his small head。對 helicopter，伊講 felt dry tongue 伊指打到啲嘢。哦，幾厲害咧！特別冇啦，揸騎位，下邊伊冇吹我咧，伊冇吹我咧，要打冇用騎位嗎？這是我本身啊，我本身去幾地經驗咯。人講去幾地咯，因為你完全未叮當嘅，完全未叮當。你等我困嘅時是困。我困正面，我向鐵，我有咁困咧。人講就向，你若是講困向鐵嘅嗰啲，誒，學幾隻？哦，即係影響呢種物件。OK。了，阿伯是我開會困嘅時候，我是叫成個 baby 啊，我叫掉困了，困啲時候叫掉困了，因為我唔加個困啲了。對。誒，你困啲我咪聽嘅，你困啲是因為你嘅。你這邊是最 vulnerable 啊！就講你哋你就傷為啦，所以你成日無講安尼開講心肝頭安尼開，可能 attack 你還是鬼 attack 你，所以你安尼肯困咧，伊個邊咧對。我想你想到這個事不啦，安尼看你物件。嚇，你講啊！講咧，等陣你講了未？即個多謝講，你告訴。你個白你使接會肯定接會能夠講啦。特別即係告訴講啦，
你我这这个讲了啦。OK 來即個阿達講嘅時，有可能到底係當別人個有幾個其實講，不有幾有看到幾個事。講到安尼款成個成個頭嚇。so 我袂記啊啦，是我嘅姊朋友嘅時候。應該只久了，先你想起着，就講是我知道是就是火車嘛，火車暗暝嘛，迄種半暝應該是伊是我袂記得伊是應該是去倒落位回路，了過後是就是愛困了嘛，了伊嘛想講愛困了停邊啊落咯，驚講咱誒火車暗暝困迷去啊 accident 啊咪嘛。แล้ว所以伊嘛停車去邊啊，แล้ว迄種R&R 迄種安尼款啊，แล้ว去困咯，แล้ว冚 engine 嘛，แล้ว驚熱嘛，所以伊嘛開伊窗仔咯，開窗仔門咯，แล้ว迄陣時個淡薄熱嘛，所以伊搭部人，所以伊嘛偷衫。可困落車裏面咯，有開燈下咯，自己係我唔知啦，要知應該冇知嚟啦，我唔知啦。然後佢時候一困了嗬 ，suddenly 嗬，呢度feel 到成日講，係咪數成日一成個頭有物件，你看到就，然後一開把手機嚟啊，係你 window 嗰邊啊，一開就 window 嘛條，一車頭一開就頭啊嘛。車窗啊，對，伊困掉你看嘛，到你種蝕你看困掉嘛，伊車窗啊迄邊吼，有一支手搭掉伊成個頭，哈，有一支手插你身，然後伊度唔敢搖咯，一個看袂到啊蒙外口啊，你看嘛，然後伊嘛困，伊未困咗就規個早起咯，了，係你手碰進去啊，然後一度慢慢走咗咯。係咪可以打掉你看啊？一部手機啊，你看輪掉你看啊？你又冇會困咩？你伊手叮當有做咩？伊就是未困咯。伊手叮當嘅是干那打掉呢？伊無使掃伊成個頭。冇打掉伊成個頭呢。冇頂伊零頭啊！意思就掉啦。打掉伊成個頭呢。OK。會單日早起我就走了咯。I don't think 伊被叮當嗰個，伊唔敢叮當啊，可能是伊唔敢叮當，伊早起。但係你講你聽咧podcast 嘅故意告訴你講嚇，伊 famous actor 嚟嘅，伊換啊 actor 真 famous 嘅，有一出伊做迄個evil police 啊 main actor 嚟嘅。我知。我知。你名啊？Shahmizi 啊 ，or something like that，你看你啦，係咪咪嘢啦？我唔記啊，酸咪啊，我唔記啊。酸咪是。伊多啲咖喱作咖喱叫做酸咪，唔是咩？冇啦，嚟，我隨酸咪。Shahizi Sam 就。對。我笑，這是伊度啲 guest 啦嚇。Shahmi Sam 係咪？Shahizi 啊。Shahizi Sam，OK。Shahizi Sam 嚇，伊度啲 that podcast，because the podcast quite popular，係嚟揾下 podcast，一隻actors 對，好 handsome 呀。對，真好看嘅。podcast 叫咩名啊？係 podcast 是叫做Sembang Seram。我捌看過Sembang Seram，我捌看過。所以有一個 episode 是伊 interview 伊嘛 ，interview 伊咧一 share 伊 story 咯。所以伊有幾人嘅 story 快驚人嘅，同你 story 我會記。所以一個 story 是伊講嘅是 about，because 伊是做好嘅人嚟嘅，แล้ว伊有 family 都做好本嘛，แล้ว所以伊是從一個伊嘅媽唔知是未記得是小弟或是哥啦，伊做過即個 Grab driver 啊。然後所以伊阿妹你看載人下面看你嘛，所以有一道嘅時候，伊阿妹伊載一個人咗，
伊去在多岛那位去在迄個一個人，然後伊是在查某來嘅。哇，不跟喲 ，sorry，就這叫做，我去開 TikTok，我去看伊個 YouTube，哈哈。然後伊就去在迄個查某，然後伊就問我問迄查某，伊來去大陸，安尼款因雲南啦，明唔明啦？然後after that 是伊就講咯，伊愛去一個伊唔知係咩海基圍邊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安尼款嚟啊。因為話成我去咯，在一起講個係你 destination 嗰邊咯，然後在迄個在海基，因為到伊都想，蝦米事一個查某人暗暝食半暝三更，安尼款愛去海基邊啊，安尼款，然後個無人個無蝦米，然後伊無安慰姐姐啦，伊 just 想講 driver 爾嘛，伊 just 載係人去大陸，伊愛去嘅位安尼款咯，然後伊就載迄個查某到去迄個 destination 了，伊是個無講迄個查某講話姐姐蝦米，然後佢又是喺查某 from 伊車出來，然後一行到去伊迄個 driver 一邊啊喺個門嘅位咯，然後伊號喺 driver 係累咯，so 伊 pass 喺 driver 係cash，迄陣時迄陣即係真久之間嘅事，應該是伊無迄種迄種乜嘢啊 app QR code。袂蝦米咧，你袂搞迄個是年代過嘅，I think。然後我其實先 Grab start 嘅時間啊，你 book 啊，特別你學汽車是人，覺得 prefer call cash 嘅。對，I think 迄陣時年代是啦，所以伊就行去 driver pass 入面 pass cash 予伊咯，然後所以 driver 嘛甲伊接下啲鐳咯，所以伊接下啲鐳是伊看到係查某嘛，所以伊看到係查某，伊看到係查某本地伊面水水嘅，然後後啲嗬扮哦，喺查某嗰邊哦，變 QQ 去，真正 Q 去，然後嗬，實咧一嚼係一配嚼還是 Q？ 伊是 wrinkly 嚇嚼咯。哦 ，OK， 變到 wrinkly 去咯，伊佢哋變 wrinkly 去咯，in the 成日講 in front of him 啦，哦，好像變老嘅。變老啦，有整個人講啥，人好安尼款啦，有啊。對。然後對嗬，伊變咗咧，然後咧話一度潮起來咯，伊頭冇潮啊，係怎麼潮？你怎麼潮起來咧？你背走起都知喎。背起啊！我面正背起來嘅，背走去啊！我背只攞嚟記定到一出戲啊！定到嘅時，咱看一出戲，一個叫做咩啊 ？Super Granny 係咪？你叫 Super Grand 啊？係咪啊？Wonder Grand 係咪？一隻老 auntie 條隻拍領刀呢？ Super Grand 我袂記 ，anyway， 所以一條錯了，然後就等嗬，一塊伊鐳又睇掉啦，伊鐳嗬變下你leaves 啊，哦，變血氣啊，哦，嚇，伊就慢慢走咗咯，伊無插咗慢慢滑走嘅樣，嚇，係你講咩真話？我嗰隻龜哥樹我都未講到，會使，我嗰隻龜哥樹，講，真係即係阿德講了未？阿德啊，阿德，我是講了未？伊講嗰隻國樹個，伊嗰隻國樹，看你就會講那套即大實講嘅時，你就會講嗰隻，其實，我講啊，唔，你講咧，大家就會講另外第二個係啲Shahizi Sam，OK。我講嘅時我本線嘅，嗰一個本是學掉嘅，迄間學掉啲二波嘅，因為我古早時我講啦嘛，做 assessment 是走轉碼嘛，所以932嘅即係咯，金邦932金邦是二波嘛，二波嘅，迄間學掉叫做 Excel 過嚟啊，學掉，我代嘅佢是代嘅嘅嚇，我都代嘅咩 Excel 嘟啊。Excel 嘟，OK，
OK，为什麼說我住唔係是第8樓、第10樓未記咗啦，只滾啦嚇。了，每時上嘅多啲以後啊，迄間房間是 lift 直接出來，起甲尾嘅只手邊一間咯。了，人 OK，後尾數人講住hotel第好是買多啲尾一間嘅啦，因為迄種伊面物件，伊人是叫做嗱，唔是人講私人跌。私人跌，一直頭行，一條行者，一直行，所以行到top嘅位置，一條騎掉，後邊隔了起嗰邊騎掉，哦，所以私人跌，伊就是起甲，伊就是 lift 出來，就是直接行第尾，行無落行騎掉，就是到底後邊嘅啦，就是啲迄路徑咯，left right 啊，啲路徑咯，了我吼去大時迄間，伊房間真大間，了面床真大。了我入去大時吼，我一開門我就講，我人做 salesman，這時間就是講，愛去大時先敲門嘅嘛，敲門了吼，了開一淡薄棚了開了門開了，人咪就閃一邊嘅講，照大安尼啦吼，我人大一暝啊，照大一暝呢款咯，我人食一筆燈嘅，吼，本袂使放白白，愛一個開一個敲門啦，我聽過本，我人食一筆燈，我人啊。我人因為我人 salesman 愛四處。我嘛是 salesman 喎。是啊，未快啦，你看到鬼。我唔看。你睡着都唔看。我無看到，其實我是無看到，我腦袋就無看到。我是去大咧吼，了我咪困咯，一人困只大間了暗暝時聽到成個對立有聲嘅有。大啦，大啦，咱個大啦嘅聲吼，大鑊嘅聲哈，大鑊嘅聲，而家聲人家翹嘅聲咩？哦，破誒，大啦破大啦咧，破嗰隻，破哈。哦，了，你真明顯就是喺你嘅房間內面嘅聲嚟嘛，對立內面嘅聲，因為你隔壁無可能聽得到嘅嘛，對啊，所以你 feel 到對立伊啲房間內面嘅聲，看翹大啦，咩啪啪嘅聲，了我就是其實我入去大時候，我就 feel 到咱嘅街門魔鬼牆，街門跳嘅啦，魔鬼牆了，窗門關了咯，了我就買管伊嘛，了就無房間了嘛，了走大咯，了就聽到大拉聲咯，大拉聲了，我就買管伊咯，咪困咯，困了吼，暗暝愈困啥個，啥都無咪對邊，我就開火困甲了，開火開甲對咧，甲落去開啊，更加困咯，困了吼。了就成日講，迄日只是干那聽到迄聲呢，是無咩物件了啦 ，feel 到爾啦，聽到迄聲呢，唔是 feel 到，聽到迄聲呢。過後時我去甲即個關丹吼，關丹做生意嘅時候，我迄 customer 講，伊每是去住迄間會消毒hotel啦，嚇。你講伊大吼，伊尋伊朋友大，因為伊朋友就會看到迄種物件咯，嚇。伊講伊尋伊朋友去大，伊講每次大常迄個hotel，伊講伊聽到，伊講伊目睭一冚落咧吼，哇！伊房間寫開party安尼款啊，嚇，寫開party安款啊，真濟人講哇，真亂安款啊，真開party安款啊。伊目睭一開呢吼，蝦米物件冇無，伊目睭嗰咧看落愛困咧，嗰咧寫開party安尼款啊，嚇。然後伊甲我講嘅，我冇甲講，我講數門咯。伊講，安尼看伊目睭冇買幾多是驚了咯。然後我 feel 到是聽到聲呢，我聽到成啊嚇對率就有人安尼款聲嚇破嘢大啦，囂大啦聲。但係你講你今日朝啊嗬，今日朝啊你聽到。你在浪在話我無咩會記鬼故事嘛？特別我是咧會記嘅鬼故事就是我係哥嘅厝，我唔知攞會記，啊即係未必我哋都會記。伊個 roommate 伊唔是 I mean 樣做只大間，伊只 MB 係咪嘅厝，只大間就係 MB 嘅。伊一間樓閣仔厝，咧伊大樓下，伊嘅隔壁有一間房是我聽到佢哋 record 嘅嗬，內雜我大咧，伊講樣開
開放時時，伊即我叫我哥甲伊內就冇啲講話，一對去困嘅時候，伊嘅即係放線嘅聲咧，你冚電嘅時啦，伊聽到成個人電嘅聲叮咧，特別伊只開伊嘅電嘅時候，無伊電聲無去，特別伊聽到成個人幫咧唱盤。嗰陣唱盤嘅聲，嗰陣係歌啊，嚇，記得這個數嚇，你因我奇怪，佢冚嘅個無聲去，開始個 music 出嚟電嘅聲無去，係你會記啦，我歌咧 MV 告訴我會記得啫，因為我去入邊，我家己我去過數，啊 anyway。伊係講佢哋MV哋幾就是你個冇咧，老阿弟咧阿婆誒，姑姑啊，姑姑，到得咧，哎，幾幾得隻阿婆到得咧，我唔是到得 ，sorry kitchen，走卡，係你唔老阿弟，對，即係穿學衫阿婆，啊，伊就打好似看你定人嫌得7點你點寫到出現咧，到啲走開，所以伊個樣比如講，人安尼點寫咪去就已經。啊冇，咪去就係係咧走卡，特別 MV 唔見 MV 是老丁嘅咧，伊是未必只是我叫我哥講，特別個叫冇咩未基本啦，伊到啲老丁嘅是哦，你我人用到老卡是一個出租，老丁嘅另外出租，老卡出租用到嘅姑姑咧，就是幾歲學樣嘅房間嘅咯，我係哥加伊嘅 roommate，了伊就查某加伊 roommate，了伊嗰時候對我同我講到，所以伊就問姑姑講伊講，哎呀，啷免驚？伊講我擺去樓頂啊！伊講伊擺鬼去樓頂啊！了第一件就是一個樣 describe 佢哋鬼是安怎嘅咯？伊 describe 伊姑姑講互我哥聽講，伊一間罐，但係我哥6triệu呢嘛罐，伊講罐呢罐大100-300塊，成個滷呢，甲我哥講，呢是我哥冇聽過這個數，呢是伊樓頂無上出租啊，無上人睡房嘅嘛，伊講。伊個房間講，伊聽到外口，伊個 balcony 外口有聲咧，是阿妹佢目睭是伊看到一個大波100-300塊卡，無動到頭殼，鋪咗頭殼，看到伊講成個滷呢，甲我講，即係講即是老人告訴伊接掉起來，所以講未記。你當聽我個時候掉，伊人喺你查某嘅房間嗰，你倒嘅時候去吹掉，伊個一個沙肚後尾有一個梅嘅。伊每佢起來咪有隻唱盤，你古早幫唱盤嚇？我見你講伊梅嘢，你紅起來了誒。無，你是樓頂嘅，樓頂出去表跟你紅嘅，即是樓卡伊查某大三度嘅，有一個梅，伊梅啦咪寫 storage 經嘅，但有下咧人喇叭嘅唱盤，你知唔知？gramophone 到底係邊？Anyway， 這件咯，特別我會記咯，會記得村嘅成個較新嘅我冇咩記，變老嘅數。這是等到我少年時聽嘅物件，我個會記；老我聽嘅物件我未記。個阿德，但係你講你名咩？係咪都？係咪Shahizi？冇係咪 Exatut？係咪 Exatut Hotel？自拜。Excel 嘟啦 ，Excel 嘟 hotel，你斷幾難你 hotel 咯，只貴咯，有店咧成日去談了喲。哦，有啲個，有個啊，你講有啲個，我等乜款？呢個有吧？我等陣我去一波嘅時，我就是講可以談了咧。哦，等陣我有開過，一波，你應該叫教授嚟講一波係貴嘅。一波係貴，點知節目真好笑，俾個人講，特別南西冇自己講過啦嚇，特別一件最好玩看，我是俾個人澄清啫，安怎講啊？俾個人講清楚，南西小人做咩？計講，南西我每日做物件，唔使特別 WhatsApp，冇特別咧Instagram，唔是叫你叫咩人特別 Clubhouse，伊講。南西我會聽每隻我唔夾俾每路，你暗是得一間，因為佢依暗是得一間，但係解釋下這個大聲講聽啫。南西希望這老聽講聽真濟年嘅，伊會看到物件嘅，
伊目睭看到物件。然後伊有當時第三粒北啊，伊毋是第三，伊真厲害，伊上個伊毋是干那會看到家己看到物件，伊個會看到別人看物件。上個阿龍是係你啦，後條啦，是一間。我吹女嘅話，吹女嘅嚇，我冇吹哦嚇，我都冇吹啊，對嚇，我冇吹 separately，然後校長啦，後條啦，一間裏邊啊，一間就是後條嚇，我唔是後條嚟，一叫，我叫伊嚟只搞，我們是咩阿龍嘅啫，哦，你冇咩阿龍啊？哦，對，當然名是龍，啊，對，嚇對。แล้ว actually 我試下條女 WhatsApp 嘅時候，我看到你阿龍啊，特別啊，伊所以伊是會看到物件，伊唔止個伊家己看到，伊個會看到 through 別人嘅目睭看到物件。成個阿龍伊唔捌看過阿龍嘅厝，特別伊會甲伊講伊嘅厝房間是安怎嘅。哇，厲害哦！嚇，แล้ว通嘅，嚇，伊會看通人嘅，成個我呢，就是頂到我講一句告訴到啲我 office 嘅位嘅，然後伊就看到，伊講你 office 嘅位後，你講你幾位伊會畫一個釘畫，即你在頂到嘅釘是安尼三角嘅啊，你安尼調咧三角誒，裡面係電柱然後你釘，伊就哇，頭頂住咧咩？你哇，我講冇啊，嗰啲是 fluorescent light，because 我唔去看，我 already。做工嘅時，我看到咁我是開 fluorescent 一條一條嘛。我講無呢會，貴啊唔知一禮拜下嘅貴啊講幾個數。我去樓頂嘅時看到伊嘅花是伊嘅咧電柱一條一條嘅頂面，古早舊嘅無用嘅花，一個咧電鐵一支伊是鐵嘅，伊唔是條電線，伊是鐵擺落來。伊一個三角嘅聽落釘，然後咧釘一裡面係電柱嘅。我覺看到伊先看到過，我看到過。特別伊 describe 伊所在呢，伊是伊 describe 伊嘅看到物件，伊叫我假一禮拜較假，我家己看到你會，我去停水，我叫我停水看見冇幾長嘅啦，然後我看到有一排灰，伊畫嘛。迄個人叫田間啊，田間啊，嚇田間就是伊嘅。天間天間嘅目睭，哦天目嘅時候咧天間，天間啊，哦特別啊南西冇啱嘅 OK， 就嚟啊，可以，就然之後我聽到查某聲，林文阿姊啊，我本聽到，冇，是我，哦，我驚啊，唔係嚇我，嚇死，我本時嚇掉。OK，嚟，你講你Shahizi。哦，OK，所以寫個一個故事，伊on location，伊去翕戲，伊翕伊個寫是幾個戲嚟伊翕嘅，然後伊 one of the location 伊是去太平嘅即個prison 啊，考古經，個 still functioning 嘅考古經啊，個 still functioning 嘅。我去太平嘅時候，我冇經過，所以我覺得會記講。我過嚟Lake Garden嗰邊嘅啊。對，on the way 去Lake Garden嗰邊。對，然後伊就去嗰邊 on location 翕戲嘛，然後到嗰邊伊嘛去捌嗰邊嘅係你 warden 係咪嘅了咯？然後有一個 warden 嘅一些嘅故事，就是伊樣成日講。有迄種一個啥 department 安尼款啦，是為伊人下迄種愛吊死嘅迄種嘅人啊。哦，對嚇，execute 嘅啊，迄種死刑啊，吊暗死刑，吊暗嘅啊，嚇，吊暗係吊死嘅啊，吊死。對，有時候伊就有一道是拄到一個是，伊人特當怎樣講？before 伊人like 愛去嘅時有啥物事，會問伊人嘛，你有啥物 last wish 是啥物你看無嘛？要食咩？對，要食咩啊？或是愛啥物物件？something reasonable 啦，但伊人會做到嘅啦，伊人就做互伊咯，安尼看咯，伊人講，然後所以有即個伊是愛去啊嘅，然後就講問伊講你愛啥物物件 last wish。你講愛分機，你分機無？然後到好一期入邊是伊無分機，對身體位。然後
想講，哎喲，無運氣啊，แล้ว迄陣時嗰時短時間嘛，แล้ว by the time 伊愛去找物件互伊嘅時，迄個 executioner 都 already 拖伊去，迄個 galley 去啊，แล้ว都調伊啊，死去啊，所以 last week 無關掉啊，伊無關掉伊 last week 咯，然後所這個warden 伊度安尼看咯 as per normal 咯，對厝咯，對厝咪對做工了對厝了嘛，對厝了伊度去困咯，然後咪困嘅時，伊度 suddenly feel 到講想講伊成個最安尼看呢，本是文成，伊 suddenly feel 到伊困邊啊嘛，sideways 嘛，知道伊啲男人嚇。對，但係曉得伊阿妹位嚇，伊阿妹夾隻位，成日有人坐落嚟，伊啲啊，你看。你妹啊，妹，現在都冇啊，換機。แล้ว so after that 時，伊度想講，係咪是怪怪嘅？你看你冚條目睭嘛，迄陣時伊愛困嘛，所以冚條目睭嘛，迄陣時伊都想愛開目睭，แล้ว伊嘛想講。唔知看邊個伊看咯，邊個伊看開目睭，伊就邊個伊看開目睭爾嗬，伊一個人嚟個伊面咧，我唔見，我哋驚這是上個迄個雲漢講嘅咧叫，嘅新加坡，唔是香人啊，是香人啊。新加坡，芝山，哦，你是芝山，嗰兩部是，你走去，你到啲外口誒，你是淡淡嘅。伊講新加坡，伊講新加坡嗰個自家伊淡淡，是唔是？對，伊個口，你同樣嚟邊頭整？芝山嘅佢哩，芝山嘅上地，伊未叮當咧，是你白嘢咧，是嗰個氣面層比較多落去。呀，你按照下咧，看到你邊同樣一邊起來，嚇，我哋等陣啊，亂講掉，我去到下掉了，我接住啦，但我都講咪困房請起來照上面啊，困係咪照咪記啊，伊講你得嘛？你看這個林文仔個，即係我哋對面成個接掉，林文仔。我想到有一個故事咧。OK，小條間就去度講。點解伊是？等，這個先講咗先，我講了呢。所以你看到一邊嘅頭整嘅啦，然後你冇見到紅機邊嘅係咪喲？伊就是只開目睭爾嗬，喂紅機呢？安尼很嚟哦，冇。然後咧，伊suddenly一出了，伊冇地氣啊。哦喲。我係你話係死去啊，曬翻出嚟啊！發掉咯。我 feel 講，安尼款啊，嚟發掉迄個物件，徛到都安尼款哦，我個未驚，我都是驚，都是安尼款呢。看會啊，紅險嚟你頭整咧，你睇。冇，阿面會看，伊紅險嚟頭整，我個未見過，我是 just 安尼款，睇開目睭咯，到裏邊。開目睭了嚇，伊到擺整嘅。就是啦，就是有當時你開目睭，你這是咩啊？這是叫做啥？嚇到會驚咋？唔是講緊啊驚鬼會驚，這是你嚇到。我就是成個講人長 A 是頭毛看目睭嘅事啊，然後開目睭嘅事，你看到一個人變頭頭，我特別會嚟驚咋。係啦。OK， stress 係安尼款。錯人嘅，林文仔你講事，笑掉未？就是我先講拍戲嘅時，我會記我啱講過，伊啲邊靚位 location，拍戲啦，啲他們 museum 嘛，你 war museum 啊？全部幾間嚇？邊靚嘅 war museum 啊？Peranakan museum 是哦。有嘢啊！那個 museum，another one 啊。哦，這 maybe 是這，譬如啲中路啊，Macalister Road 咧是特。Actually，佢嗱你 house a museum 啊，I think 你講嘅 maybe 是 colonial museum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唔是，因為maybe 我甲你講伊嘅。你講告訴少可能會知啊。都伊人是做佢出是化妝嘅，伊人甲了是during the time when 真正亂啊，有只 gangsterism 啊，然後伊人變咁款嘅啊。1990時啦，所以就是伊個先就是有幾個頭家，you know，啲啥白粉經啊，你看去收白粉啊，傾生意啊，係咪？你看啊，so 佢哋 cameraman，這是 local production 係咪？馬來西亞 production 啊 ？local production 啊，都有 costume drama 嚟啦。所以因為先的啲個病咧，後尾會只佢哋新主牌啊。正係是嘅。真嘅。正係新主牌，你講。新主牌我應該是新主牌是個。公司有安尼款。Peranakan Museum 咪是有邊啊？一間有新主牌嘛？有啊。Peranakan Museum 嘅隔壁。你看啊，伊用一 corner 咧，有新主牌用就是應該是個啲做咗影咯，做 cameraman 就啲頭前嗰邊。你按有在先嘅入面本啊？還是？我按。OK。佢啲先裏邊啦。So 樣的 shoot，OK， 暗暝時 shoot 嘛，呢個是暗暝時嘛。So 暗暝時 shoot，咁了做好勢了哦。貴啊！伊個了真正掂哦，個嚟 actors 個了就啲 shoot 掉係咪咩啊？個嚟 director 啊，個 cameraman 啊，真正掂啊，真正掂啊，就是做啦做。daytime 嘛 ，like try to finish 啊。night time OK。嚇 ？night time 嘛 ，night time 暗暝時，所以貴啊，做好事啊，個了走了哦，個 cameraman 講啊，講後尾啊。真正一人徛條看人。伊即是講伊 rasa 是鬼看到，還是伊出到啲 camera 會看到，伊家己目睭伊 monitor 會看到。伊 cameraman 看到，特別把 cameraman 看到。因為真正一人，真正老抓，只一人啲看了。伊嗰時唔得講，伊可能較緊出。特別好，我唔知我知你紅是，特別我唔知你捌甲人講過你紅，而且你 feel 到咪講，你咪講乜唔要緊，特別我家己知啦，因為阿龍甲我講。那本知。伊 long time。I think 林門阿姊講嘅是 Blue Mansion 啊。Blue Mansion，特別 Blue Mansion 不告訴。Blue Mansion 個告訴。林門阿姊紅party 台迄邊出嘛。啲個邊。特別北京唔是係一間啦，唔是係一間。白出戲。白出戲。Blue Mansion 嘅是即係 Singapore production。叫做 Blue Mansion。這出是近代1888啊，是 something 嚟嘅。近代1888。佢哋真正 grand ideas 啦，特別 in the end 伊出戲冇看嘅做㗎。係咯，冇好看。冇看，真正是 actors，只人冇，伊冇學，唔使講，佢哋輸。係啦。伊無學讀點啊？貴了不要緊啊。伊無讀。你有時講有隻 movie。特別你so anyway，你講伊是伊特別，我俾再講搭隻位我當我唔知你梅你紅話。你看單梅，喺度嘅機會，你機會紅確實得一間，因為我本社會知道一個，因為是有新主牌嗬，應該是我會記講你 Peranakan Mansion 嘅邊 Peranakan Mansion，伊嘛是一間嘅咯，一接落去嗰一間隔壁間是，伊是用做工嘅嘛，對，用做工嘅 shrine 嚟嘛嚇，對，下邊度新主牌啦，你等我再講，
無會記講有先做牌嘅，但係我再講迄邊有一個係個 statue of 係你迄叫做做嘢，伊個 the original owner 嘅，of the 你講係你本是haunted嘅嘛，係你。如伊頂個了有係先做牌本，伊只author，那麼 author 下邊個了，伊有一線一線咧，伊個一幫因幾那牌本嘅，伊個 author 名，找唔到。我未看，當今唔知人叫你，所以知人哪知紅是裝哦。特別有人知，等我咪，嚇你時候知，等陣人每個愛講我，伊愛講佢自己講。伊只 famous 係無？famous，阿咪，真出名，伊只出名，出名伊，特別先招，伊有做 acting 冇，特別伊出名 start 出名，唔是 acting 成有 feel 到。唔知啊，等伊先嚟，嚟，嚇。伊啲講啲一個 clan house in town 咯。哦 ，clan house，OK，所以可能是酷公司咯。酷公司，西洋公司冇有，西洋公司冇有，西洋咁大對面西洋公司冇是有先做牌。One of the clan houses。哦。當公司啊，即係單咧。即係公司啦，喺邊。誒，特別人哪知人 curious 先招 curious， 會再講你紅事，你再講你紅事之最。唔使啦，講咪是 Patrick Teo 咯。Patrick Teo，你紅是 Patrick Teo 啊？快啦，當人去邊？你小變得好勁啊！變得好勁聽講嘅 boss 是 Patrick Teo， 誒不，變得好勁聽講嘅紅是 Patrick Teo， 哎呀！伊先來嗰陣時，我就講咧嘛，我講嘅。如果我知咯，特別先嘅人冇咪知嘛。先招唔知嘛。先招唔知。我是白衣啊，你冇白衣。I think maybe 是多啲 non-ghost story episode 啦，我哋聽個 story 呢，所以 maybe 我 miss 掉佢。哦，對，我仲叫我哋聽 podcast。為什麼就係啊？冇 Patrick Teo， 我名識嘅。你看得就知。佢是 DJ 嚟嘅。DJ，一個都是 DJ 啦。English 包括全部啊。我是很聽啊。等陣，即個啊，對，伊只出名誒，真正出名誒，嗰陣。我覺得是很聽伊 DJ 啊 on radio。tapi anyway， 人啊，tapi lu ka lu ang伊學講本來學緊話。伊學講嘅話誒，冇算嘅。嚇，特別算啊？伊是怡保人嘛？怡保人啊。哦，未怪。佢哋學緊話應該是假不同成分嘅咯。怡保英村。哦。假成分嘅咯。伊又是假波啦。一隻波啦，隻波，啱嗎？假成分。個豆哥啦。隻波，學。哦。特別我同你講住，我唔知你知啦，林娜子。冰島嘅時你知我隻人唱歌嘛？then 我頂到唱歌，直到細漢，唔是細漢，我 teenager 時唔知16歲時17歲我未記啊，我參加一唱歌比賽，就啲咁大嘅伊是去 Nest Cafe 刷到90%嘅 audition 嘅上面唔知啊，然後我去唱我是女紅做我人嘅 judge 咯。我頂到唔知16歲17歲時啦，我係驚你去搞啦 professional， 你真係只係你 professional， 像唱歌，像啊唱歌帶啊，是請人教演是唱歌，係你嗰啲去啊，傳到我一個細漢囡仔皮16歲就證明。誒，我叫我冇見到了啦，16歲冇細質啦，冇咪八個啦，冇咪八個。我不講佢 Blue Mansion 嚟。嚇，冇講嚟講嚇。都有時喂等啊，伊有時 shoot 咯，佢哋新加坡嘅 director， 佢哋 movie 名是相關啦 ，Blue Mansion 啦。So 伊人嘅 Blue Mansion 伊中午嘛一個 courtyard 嚟咯。對。看位嘅，所以伊人就有一個scene，伊做過嚟會變成一個
pond 啊，是 pond 啊，你款啊。哦，就蝴蝶只蝶啊，哈哈。所以人去踢咗了，伊空去提水做伊真正水啊，佢把啲個先真正水啦。So suppose it actually 是 funeral scene 嚟。So the 呢個被為做咯，咁了真正成功拍戲嘅了係咪咯？第二節咯，大大嘅人破病，接落間厝，唔知做咩事，接落間厝，咁了講是 food poisoning。大大嘅人，差不多大大嘅人哦 ，the cast the crew 咁了做戲嘅拍戲嘅咁了掉，我翁冇掉。就我翁只唔知規個 crew cast and crew 唔知幾個人啊。有一支手斷掉，無破病人。咁了入落間厝，我是腹肚痛，嘔啊，咪成個 food poisoning 啊。所以人講是 catering 嘅事啦，特別有可能是伊人夾走掉，伊個嚟為嘅洪水。人換了個邊嘅為洪水嘛，你看睇Because Blue Ocean 伊對條洪水嘅，伊真濟like symbolic 嘅物件都喺邊嘅。人講還掉啦，嗬，做無應該做嘅物件，佢還掉啦。對。都係你 change the layout of the house 啊，你看啦。是。當然，因為嗰間厝我有 feel 到伊 certain area 是陰啊，你講嘅。generally 個為我 feel 到伊嘅 energy 是真係 positive 啦，但你唔通去後尾咁樣，就 feel 到會變個理啊。Usually 喺舊嘅位有物件過掉嘅。那就是有嘅。你是講樣特別擺物件過，還是伊 already 有啥樣家己嘅guardian？伊成一個 guardian 啊，有一個 guardian 都喺邊嘅。OK，所以你在換上這物件是伊袂俗嘅樣是。對咯。所以雪頂嘅時對拜神咯。對。有可能雪頂嘅時冇係拜神嘅。去到一個所在啊，愛拜神嘅。較袂去，較袂食到伊，還到伊。對，較袂還掉。對咯。交代啦，成個你去人嘅厝，咪是就俾講 hello 一下。成個你入學到，所以各妹就係講招大開車過呢，可能。招大一名，看到。我第一件事，我頭日到去 scout camping 嘅時啊。樣本做嘅物件。本是去拜，家鄉。樣 before 去 camping， 樣 before set up camp 係咩事啊？樣到啲 location 位嗬。Because 咁樣本是長人嘛，mostly，所以 mostly 長人嘅咁長人嘅 gather，然後就咁樣去買一撮香，然後去點下啲香，然後伊人夾 compass north south east west，然後 north south east west north 插一個香 ，south 插一個香 ，east west 插一個香，然後大家長人然後插香。我曉得。我人知道我人做戲嘅團啊，往即 drama 嘅學堂，即係是外口學堂啦。然後阿面就參大波雜波，我是讀中讀嘅嘛，所以中讀是大波嘅啦嚟嘛。特別就是參大波雜波啦。然後我人去到啲到北行嗰邊，伊有一間，你即係水嘅bungalow啊，然後大海景嘅位嘛，一間。所以伊就到底我哋唔知咩啊，等那個 national 啊，就咩樣我下邊所以我人去到係是伊人都有被曉，แล้ว我記人較 senior 嘅人都有被曉，所以我聽到聲就掉出嚟。嚇，冇到樓頂我聽到掉出嚟。然後伊度講要去拜，然後是。無拜喎，佢請我鬧咗啊！佢吹棒經帶咧無拜，然後個暗暝個8點幾9點嘅時候，往啲圖 game 嘅時，紅響佢經住嘣冇電㗎咧去，然後往嗰條江咧就隻腳哦，然後是村佢哋老鳥佢哋較 senior 嚟講，
紙未記擺。I see get out torchlight. Pookie torchlight.安尼有啥都對啊，我話啦，再講人做 fix。哎呀，唔要緊，我嗰度過 upload 啦啦。不但我知啊，那時候你特隻事。Anyway，咱講過啊，咱幾個事咪講啊，這禮拜咱講啊真驚。咱禮拜咱個就都嚟收聽啦嚇，下個節時真希望 actually 攏條隻 episode 時我差唔多要對啊。10月嗰個下個節就是會去檳城個人見面啦，感謝大家支持這禮拜來看我人嘅錄音，แล้ว個有個有這個位後生個對嚟啊，即後生弟弟開 camera 嘅麻煩。OK，我頭先看到一個人比佢，我一度估呀，一度估佢，我覺得一邊我笑嚟度估。OK，anyway，當然應該是有時候到對啦，我開到對一下。OK，講到這邊先，下禮拜咱再見，goodbye，大家，拜，感謝。頂個禮拜冇看 episode，就這邊在這邊邊啊，伊看電看電聽，現條錄音時，該通知你大家就整，OK，拜。